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視障人士家庭資源中心第111期活動通訊，活動報名日期2026年3月30日星期一，地址深水埗南昌街223至227號明都廣場閣樓 M1 室，電子郵箱frc@hksb.org.hk， 網上電台 YouTube-FRCHKSB， 中心面書 www.facebook.com/hksb.plc， 電話299496555，活動電話及 WhatsApp 62999349，傳真299496488。中心通告：一、暴雨及颱風活動安排。中心活動之暴雨警告、颱風或惡劣天氣安排如下：在惡劣天氣下，中心會在活動前2小時按以下指引決定活動會否如期舉行。中心服務：1號風球，中心服務如常舉行。3號風球，教育局宣布停課，黃色暴雨警告、紅色暴雨警告，中心服務都如常舉行。8號風球或以上，黑色暴雨警告，中心服務會暫停。中心活動：1號風球，中心活動如常舉行。3號風球，教育局宣布停課或黃色暴雨、紅色暴雨警告，中心活動將會取消。8號風球或以上，黑色暴雨警告，中心活動將會取消。如有任何疑問，請致電299496555或62999349查詢。2、小組及報名活動事宜。為了讓會員清楚活動規則，現提醒各會員有關以下規則：家庭活動舉行的目的是為促進家庭和諧關係，故視障會員應與直屬家庭會員一同參與該活動。如視障會員沒有家人陪同，但欲加入另一家庭的隊伍中，除要得另一家庭應允外，亦須作後備處理。一般活動參加報名的會員，如欲邀請非會員親友一同前往，該親友將列入後備名單。若活動舉行前2天仍有活動餘額，便能參與該活動，而不論後備能否成功參加，工作員將致電通知。為回應會計及財務安排，請會員於參加活動時繳交該次活動的收費。若已報名但未能如期出席，而該活動又未有後備會員補償，中心會收取該次活動的成本價。請缺席會員於2星期內繳交所需款項。資訊站：香港盲人輔導會光明同行70載巡禮流動宣傳車活動，當中包括護眼常識展覽、遊戲、模擬眼疾體驗。時間：早上9時30分至下午5時30分。日期及地點：4月4日星期六於尖沙咀加拿分道附近，4月5日星期日於銅鑼灣維園附近，4月11日星期六於旺角朗豪坊附近，4月12日星期日於沙田正街附近。電話27788332，網址www.hksb.org.hk。 幼兒活動 FRC 兒童培訓計劃2026簡介，由幼兒導師提供個別訓練，提升兒童的生活或學習效能。日期2026年4月至9月，按參加者的時
間或假日進行。地點：中心活動室、總會大樓外間活動室。對象：10歲以下中心會員及其家長。名額8對，費用80蚊。備註：費用已包括6節兒童個別訓練、6節家長指導及2節小組活動、兒童及青年活動、音樂百寶箱。簡介：一齊認識不同的樂器。日期：2026年4月8日、4月9日及4月10日，星期3、4、5，共3節。時間：下午2時至3時。地點：本中心。名額6位，費用15蚊。Let's Dance。簡介：一齊跳 hip hop 舞。日期：2026年4月8日、4月9日、4月10日及4月11日，星期3至星期6，共4節。時間：下午3時至4時。地點：本中心。名額6位，費用40蚊。拓印套趣。簡介：製作兔子拓印畫。日期：2026年4月8日，星期3。時間：上午10時至11時。地點：本中心。名額6位，費用10蚊。復活蛋之家。簡介：製作大型復活蛋。日期：2026年4月8日，星期3。時間：上午11時至中午12時。地點：本中心。名額6位，費用10蚊。小手繪復活節花圈。簡介：繪製復活節花圈畫作。日期：2026年4月9日，星期4。時間：上午10時至11時。地點：本中心。名額6位，費用10蚊。透明復活蛋。簡介：製作透明復活蛋裝飾。日期：2026年4月9日，星期4。時間：上午11時至中午12時。地點：本中心。名額6位，費用10蚊。和諧繽紛畫。簡介：利用和諧粉彩創作復活節圖畫。日期：2026年4月10日，星期5。時間：上午11時至中午12時。地點：本中心。名額6位，費用10蚊。復活節烹飪系列朱古力雀巢復活蛋。簡介：用朱古力製作雀巢及復活蛋造型的蛋糕。日期：2026年4月2日，星期4。時間：下午12時30分至2時。地點：本中心。名額6位，費用20蚊。小雞飯團。簡介：製作小雞造型的飯團。日期：2026年4月8日，星期3。時間：下午12時30分至2時。地點：本中心。名額6位，費用20蚊。復活蛋曲奇。簡介：製作復活蛋曲奇。日期：2026年4月9日，星期4。時間：下午12時30分至2時。地點：本中心。名額6位，費用20蚊。活潑饅頭。簡介：製作復活兔及蘿蔔造型的饅頭。日期：2026年4月10日，星期5。時間：下午12時30分至2時。地點：本中心。名額6位，費用20蚊。彩蛋披薩。簡介：
製作彩蛋造型披薩。日期2026年4月11日星期六，時間下午12時30分至2時，地點本中心，名額6位，費用20蚊。午後桌遊簡介，大家齊玩桌上遊戲。日期2026年4月10日星期五，共1節，時間下午4時至5時，地點本中心，名額4位，費用全免。全方位學習小組簡介，會員分享學習時的困難，導師協助會員解難。日期2026年4月4日至6月27日，逢星期六，共6節，時間下午2時至3時，地點本中心，導師資深大學生義工，名額4位，費用600蚊。網上派對挑戰賽簡介，在網上平台玩派對遊戲。日期2026年4月10日、4月24日、5月8日、5月22日、6月5日及6月26日，逢星期五，共6節，時間下午6時30分至7時15分，地點網上平台，名額6位，費用全免。Zoom 住去旅行簡介，在網上平台認識不同國家。日期2026年4月10日、4月24日、5月8日、5月22日、6月5日及6月26日星期五，共6節，時間下午7時15分至8時，地點網上平台，名額6位，費用全免。天旋地轉大挑戰簡介，大家齊玩電子遊戲。日期2026年4月11日、4月25日、5月9日、5月23日、6月6日及6月20日，逢星期六，共6節，時間下午2時至3時，地點本中心，名額4位，費用全免。心聲合唱團敲擊樂班2026第2季簡介，教授各種敲擊樂器，掌握基本演奏技術和節奏感，鍛鍊團隊合作能力及聽力技巧等。日期2026年4月18日、4月25日、5月16日、5月23日、6月6日及6月20日，逢星期六，共6節，時間下午4時30分至5時30分，地點本中心，資深聲樂導師羅浩斌先生，音樂助教周婉玲小姐，名額6位，費用120蚊。備註：1、活動詳情將另行通知； 2、另付50蚊按金，準時及出席滿80% 或以上，即可全數退回按金。家庭活動為你鼓舞，非洲鼓親子班2026第2季簡介，透過親子一起合作打非洲鼓，提升親子間的默契及溝通。日期2026年4月4日至6月27日，逢星期六，共6節，時間下午3時30分至4時30分，地點本中心，合作機構
Wishes 陳思韻小姐、柴老師。音樂助教廖傑康先生。名額4對，費用240蚊。備註：1. 活動詳情將另行通知。2. 另付100蚊按金，準時及出席滿80% 或以上，即可全數退回按金。3. 中心會提供非洲鼓工上堂時使用。水陸文化遊大澳簡介：到大澳體驗撐陸上龍舟，參觀蝦醬廠及製作蝦醬。日期：2026年4月12日星期日，時間上午10時至下午6時。地點：大澳。合作機構：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大澳社區工作辦事處。名額20位，費用100蚊。備註：1. 參加者於本中心集合及解散。2. 活動費用已包括旅遊巴、午餐費用及製作小食。小小港鐵設計師簡介：運用七彩的馬賽克瓷磚拼貼港鐵站名杯墊。日期：2026年5月10日星期日，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11時30分。地點：本中心。合作機構：Colucky Studio。名額10位，費用30蚊。輕鐵車廠探險日簡介：乘坐旅遊巴遊覽輕鐵車廠，試玩迷你模擬駕駛器，參觀輕巴點滴館和模擬駕駛室。日期：2026年5月10日星期日，時間下午1時至5時。地點：屯門輕鐵車廠。合作機構：香港鐵路有限公司。名額20位，費用50蚊。備註：1. 參加者於本中心集合及解散。2. 活動費用已包括旅遊巴費用。親子漂球派對簡介：親子一同打保齡球及暢玩漂移車。日期：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，時間上午11時至下午6時30分。地點：黃埔荔枝角。名額20位，費用100蚊。備註：1. 參加者於黃埔港鐵站集合，荔枝角港鐵站解散。2. 活動費用已包括午餐費用。子女成長路路通簡介：由專業人士及視障家長分享子女成長之心路歷程。日期：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，時間下午7時至8時。6月13日星期六，時間下午4時至5時。地點：網上平台。名額20位，費用全免。備註：參加者報名後會透過 WhatsApp 收到有關 Zoom 連結。持續課程活動：FRC 愛同行青年義工組。日期：2026年4月至6月，逢星期六共3節，時間中午12時至1時。地點：本中心。名額12位，費用全免。備註：活動時間將與中心職員商議。點字你要知2026第2季。日期
2026年4月至6月，共6節，時間與導師商討，地點本中心，名額4位，費用180蚊，義務導師邱成南小姐。備註：1. 活動時間將與導師商議。2. 必須於2026年6月30日前完成所有課堂及補堂，如未能依期完成，將不獲補堂或退款。 MAPS 沿途導航計劃會員篇 M Mindfulness 靜觀靜心頌響青年頌缽班2026第2季簡介。透過頌缽聲音療法，學習放鬆心情，舒緩壓力，活出輕鬆自在人生。日期2026年4月4日至6月27日，逢星期六共3節，時間中午12時至下午1時，地點本中心，合作機構 JK Yoga and Wellness Studio Limit， 名額8位，費用60蚊 ，S Support 互助，為你鼓舞非洲鼓青年班2026第2季簡介。學習打非洲鼓，提升溝通、自信心及節奏感。日期2026年4月4日至6月27日，逢星期六共6節，時間下午2點30分至下午3點30分，地點本中心，合作機構 Wishes 陳思韻小姐、柴老師，名額6位，費用180蚊。備註：1. 活動詳情將另行通知。2. 另付100蚊按金，準時及出席滿80% 或以上，即可全數退回按金。3. 中心會提供非洲鼓供上堂時使用。心聲合唱團2026第2季簡介。教授基礎的歌唱技巧、運氣、發聲方法、簡單樂理、律動及節奏等。日期2026年4月18日、4月25日、5月16日、5月30日、6月6日及6月13日，逢星期六共6節，時間下午4時30分至5時30分，地點本中心，資深聲樂導師殷彩琳小姐，音樂助教廖傑康先生，名額8位，費用180蚊。備註：1. 活動詳情將另行通知。2. 另付100蚊按金，準時及出席滿80% 或以上，即可全數退回按金。MAPS 沿途導航計劃家長篇 M Mindfulness 靜觀靜心頌響家長頌缽班2026第2季簡介。透過頌缽聲音療法，學習放鬆心情，舒緩壓力，活出輕鬆自在人生。日期2026年4月4日至6月27日，逢星期六共3節，時間下午1時30分至下午3時，地點本中心，合作機構 JK Yoga and Wellness Studio Limit， 名額6位，費用120蚊。花藝閒趣簡介：體驗插花的知識及技巧。日期2026年4月25日星期六，時間上午11時至中午12時，地點本中心，導師直菊芳、蔡美雲小姐，名額6位，費用60蚊。芳香肌膚護理體驗簡介：學習皮膚和手部護理知識，親手製作香薰
面部精華油和搓手啫喱。日期2026年5月2日及6月20日，逢星期六共2節，時間上午11時至中午12時，地點本中心，合作機構 Faruma Restaurant， 名額6位，費用80蚊。靜默時光書法坊2026第2季。簡介：學習筆藝楷書書法技巧及創作。日期2026年5月4日、5月11日、5月18日、6月1日及6月8日，逢星期一共5節，時間上午11時至下午12時30分，地點本中心，導師自如米正賢小姐米老師，名額6位，費用400蚊。花卉謝字愛簡介：學習製作母親節花束。日期2026年5月9日星期六，時間上午11時至中午12時，地點本中心，導師直菊芳蔡美雲小姐，名額6位，費用60蚊。筆墨情濃書法體驗2026第2季。簡介：學習基本書法知識、筆法和書寫技巧。日期2026年5月9日至6月27日，逢星期六共4節，時間下午1時45分至下午2時45分，地點本中心，導師自如米正賢小姐米老師，名額6位，費用160蚊。芬芳雅集簡介：學習插花的知識及技巧。日期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，時間上午11時至中午12時，地點本中心，導師直菊芳蔡美雲小姐，名額6位，費用60蚊。波浪花籃工作坊簡介：學習製作花籃的知識及技巧。日期2026年5月30日星期六，時間上午11時至中午12時，地點本中心，合作機構樂遊人，名額6位，費用40蚊。花樣生活2026第2季簡介：學習與園藝有關的知識及技巧。日期2026年6月6日、6月27日及7月4日，逢星期六共3節，時間上午11時至中午12時，地點本中心，導師直菊芳蔡美雲小姐，名額6位，費用240蚊。P Physical 體能瑜伽 Chill Time 2026第2季簡介：透過瑜伽伸展動作，學習放鬆管理壓力及情緒。日期2026年4月4日至6月27日，逢星期六共6節，時間下午12時30分至下午1時30分，地點總會東翼8樓禮堂，合作機構 JK Yoga and Wellness Studio Limited， 名額6位，費用480蚊。中心開放時間：星期一至星期四及星期六上午10時至12時，下午1時至6時；星期五下午1時至晚上8時；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。編輯委員會出版：香港盲人輔導會、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、視障人士家庭資源中心。督印：復康服務總監曾淑儀女士，總編輯：視障人士家庭資源中心，中心主任楊可欣姑娘，編輯小組張楚君姑娘、陳子晴姑娘、謝俊陽先生。